解密多一批咧關於咧 UAP 嘅文件。咁UAP 就係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咁呢個就中文譯做不明異常現象。以前咧就叫做 UFO 啦，就不明飛行物體啦。咁點解要用咗一個新嘅詞彙咧？因為發現呢啲咁嘅不明異常嘅現象咧，唔單止係天空，咁甚至乎係喺海度咧都係有出現過嘅。當然就唔驚訝啦嚇。因為天王星進入呢一個雙子座，就意味住咧一啲非比尋常或者係甚至係怪異嘅一啲嘅資訊咧，係會被傳遞出嚟嘅。咁所以我喺2024年，我喺台灣貨倉執嘢過英國嘅時候咧，我見到一批好耐以前啦，香港飛碟學會送俾我嘅一堆 postcard，咁所以我就二話不說咧就攞走咗帶起身，因為大概都用得上噶啦，因為嗰個公佈政府公佈嘅時間咧已經差唔多啦。如果即係從個占星嘅推斷嚟講，呢個外星文明咧呢個課題咧，以前我冇講過，因為我自己興趣唔喺呢度，亦都有其他嘅較為係聚焦興趣喺外星文明方面嘅 YouTuber。咁但係其實喺占星界啊，其實喺 New Age 開始嘅時候已經有好多嘅討論啦。咁個討論範疇大概聚焦喺幾個觀點嘅。第一就係占星學本身就係外星文明啦。第二亦都啦，有啲占星師佢哋用呢一個嘅卜卦占星嚟到check，咁佢覺得美國政府其實已經咧係同外星係聯繫上，即係有咗溝通。另外一個觀點咧就係從呢一個占星學裏邊嗰個行星週期嚟到咧係得出一個人類同埋外星文明相遇嘅一個規律。咁我今日咧會聚焦講喺呢一個點上邊嚇。因為無論如何，美國政府去公佈去解密呢一批文件，其實係歷史性嘅，即係好重要。因為呢個係一個官方佢正面嘅承認有一啲嘢係無法定義嚇。亦都即係變咗係將我哋人類超越咗人類一個知識或者一個理性可以了解嘅一個範疇，佢肯定係有，即係佢呢個公佈就肯定咗有呢一個範疇咯嚇。咁呢個係歷史性嘅，點解咧？呢個對於日後人類嗰個科技文明嘅跳躍發展，以及喺精神文明上邊嘅挑戰啦，都有住長遠嘅影響。所以對於咁樣嚟講咧，我覺得係必須，即係呢個係必須要揾一兩集去講講嘅。好，占星師咧整理出一個關於人即係地球同外星相遇嘅一個時間規律。呢個係重要嘅，因為如果嗰個時間規律，我哋回顧過去個歷史，係嗰個規律係同行星嘅角度係能夠本身嗰個係對應得到嘅話咧，變咗我哋就可以推論以後嚇。UFO 嘅熱潮咧，可以話係始自係1947年。嗰年嘅6月咧，民航飛行員呢一個 Kenneth Arrow 咧，就喺華盛頓州嘅雷尼爾山附近就目擊到咧有9個貼近地面嘅神秘飛行物體。佢形容咧，佢呢種飛行物體嘅前進方式好似一個盤咁樣，喺嗰個水面跳過咁樣。從此飛碟呢個詞彙咧，就係喺呢個時候喺呢件事件裏邊誕生咗啦。當然啦，就喺件事件以後咧，就開始好多人話係目睹UFO 啦，有好多討論啦。呢一個時候剛好喺占星學上邊，土星同海王星咧係啱啱形成一個60度嘅精準角度嘅。60度喺占星學上面有咩特別意義咧？係有嘅，佢係一個
機會同埋一種初次試探嘅意思嚇。咁海王星我嚟講啊，係代表啲未知嘅事件嘛。咁呢一個60度嘅意義咧，就係佢稍為去觸碰一下你嘅土星，得土星代表即係人類嘅世界啦，個體制啦，即係個現實嘅邊界啦，咁樣樣。當時咧政府係一度嘅短暫嘅忙亂嘅嚇，所以話60度佢就係一個初次嘅試探咯。亦都掀起咗即係呢個嘅事件，掀起咗好多嘅目擊潮喺嗰年裏邊。咁好多人話見到啊，咁裏邊咧，因為點解係一個狂熱嘅開始咧？因為有啲咧係真實嘅目睹不明飛行物體。咁譬如頭先我講嘅呢個例子喺今次嘅解密事件裏邊咧，即係個解密嘅文件裏邊咧係見到嘅，你係會見到嘅。咁另外咧，同樣喺1947年但係好出名嘅一個羅茲威爾事件咧，就話嗰個飛碟咧，有人話係執到個飛碟嘅碎片，話個碎片裏邊咧就有一啲嘅文字，以及咧係外星人嘅即係一啲嘅錄指印咁等等。咁後來咧就喺1994年咧，軍方咧嘅解密咧就係講翻呢件事就其實咧嗰個唔係飛碟嘅殘骸嚟嘅，其實係當年啦喺冷戰時期啊，47年冷戰時期咧，軍方去偵察蘇聯嗰個核試爆嘅一個即係一個嘅氣球嚟嘅嚇。咁啊咁所以呢個就變咗係真真假假，喺一個狂熱嘅情況之下都會出現啦。好啦，等到咧因為行星即係行星會行啊嘛，喺占星學裏邊你會見到行星會構成唔同角度嘅，因為佢哋會運行。到喺1952年嘅時候咧，就係土星同埋海王星咧嘅合相。占星學裏邊咧，合相係一個非常之強烈嘅能量嘅碰撞嚟嘅，即係佢比60度係更加係強力嘅嚇。咁好啦，嗰年就發生咩事咧？就好出名啦，因為喺一個華盛頓咧就發現好多嘅不明飛行物體啦，好多人係目睹即係嘅一件咁嘅事件，因為嗰個好震撼嘅。點解咧？因為嗰個華盛頓嗰度係一個禁航區嚟嘅，大家目睹嘅嗰啲嘅 UFO 係一個禁航區嚟嘅嚇。咁當然係會令到即係美國政府即係好震驚啦嚇。而且呢件事無論係肉眼或者空軍嘅雷達都係偵察到嘅。咁事後即係五角大樓即刻就召開嗰個緊急嘅即係一個嘅小組嚟到係應對大眾嘅恐慌嚇。跟住土星同海王星嘅90度角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係1960年代初中期嘅呢一段時間。90度咧本身就係一個衝突嘅角度，並且咧就係一個激烈嘅角度。呢個 UFO 嘅目睹潮咧就當然好緊要，喺嗰段期間。咁同之前嘅有咩唔同咧？就係之前嘅係遠距離你見到嚇。好似係喺華盛頓嘅上空你見到，但係而家60年代初咧係幾近距離嘅接觸嘅。咁甚至乎即係發生咗一個即係幾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就係被外星人綁架。咁佢講一對夫婦啦，希爾夫婦啦。咁佢夜晚翻屋企嘅時候咧，就覺得尾隨嘅一個圓盤形嘅即係不明飛行物體咧跟住佢哋。咁跟住咧，佢就發現啦，就翻到屋企嘅時候，佢覺得就好似唔見咗2個鐘頭咁樣樣。而且咧自己嘅衫啊鞋啊就有破損。架車咧周圍有一個磁性嘅圓圈咁樣樣。當然即係有好驚恐，咁就亦都係失眠咗一段時間。後來咧，經呢個精神科醫生通過催眠嘅方法咧，就講翻當時嘅經歷。咁兩夫婦咧係分別係被催眠嘅，但係咧所描述嘅細節幾乎上都係一樣。咁佢哋就係被逼去係逼咗去被體檢啦。佢哋形容
到當時嗰個外星人嘅嗰個樣貌啦，亦都畫咗出嚟啦。同埋咧，佢哋將嗰個當時即係見到嘅喺個記憶中嘅一個星圖都畫到出嚟。咁呢個係同現實嗰個佢畫出嚟嘅同現實嗰個星座嘅圖係基本上係差唔多係一模一樣嚇。咁除咗呢件事件之外咧，仲有一件就係喺1965年時候咧，就有一個青年咧喺嗰個夜晚喺公路裏邊咧，就睇到個五個好大啊同埋發出好強烈紅光嘅一個盤旋體喺樹林上邊嚇。咁就報警啦。咁跟住警察嚟咧都目睹到，即係佢哋三個人都係目睹呢個咁樣嘅龐然大物咧，係不明飛行物體咧，就作出一個好似違反物理定律嘅一個嘅直角轉彎同埋圓，即係一個嘅盤旋咁樣樣。嗯，好啦，咁呢件事咧就當然有上報啦，但係咧。藍皮書計劃嗰個最初試圖咧，就喺個檔案裏邊咧，就將佢結案為咩咧？就係你哋睇到嘅係軍方嗰個 B-52嘅轟炸機演習咁樣樣，但係目睹嘅人同埋警方咧，就當時係聯名寫信咧，向國會強烈嘅抗議，係覺得咧空軍咧係公然嘅係講大話嚇。咁即係當然啦，到最後空軍最後即係被逼喺嗰個解密檔案裏邊咧，就要修改個結論咁樣樣，咁重新歸類為咧無法解釋嘅不明航空現象咁樣樣。其實呢兩件事件咧，體現出土星同海王星嘅90度嗰個衝突。第一個衝突就係話，見到呢啲不明物體嘅人咧，佢哋目睹一啲無法解釋嘅或者神秘嘅東西嘅人咧，佢哋敢於同一個建制，我哋想講土星係有建制，敢於同建制咧係對抗嚇，即係佢覺得我哋明明見到你唔能夠去扭曲件事。咁呢個係第一個嘅90度嘅解釋。第二咧就係、你誒被捉去被即係叫做咩啊？被綁架呢一個嘅去被體檢嘅，即係被外星人綁架體檢嘅呢個經驗本身唔係一個唔係一個友善經驗，因為你冇得到地球人嘅准許。咁而且係令到嗰個人係不安嘅。咁呢個亦都可以話係地球人同外星人佢本身即係佢哋接觸嘅時候，大家即係覺得一種唔舒服嘅狀態咯嚇。咁呢個就係土星海王星嘅90度。咁到土星同海王星180度咧，咁呢個就係關於即係太空人嘅嗰個嘅檔案啦。咁時間咧就嚟到1972年，咁就係阿波羅17號裏邊嗰個太空人咧，係講述佢自己目擊到當時佢見到一個即係唔係一個係三個呈現三角形排列嘅一個發光點。咁個發光點可以穿過佢身體，可以穿過佢嘅頭盔。咁以及咧就喺窗外喺個太空船嘅窗外咧，佢就發現好似即係國慶時候嗰啲煙花咁嘅，亦都講到呢啲嘅持續閃爍嘅物體咧，就令人咧就好難入睡咁。180度本身係一個乜嘢嘅角度咧？就係話我哋距離最遠，我知你喺度，你知我喺度，但係我哋係要保持一個最遠嘅距離。誒、你好難接觸到我，我同你或者我同你係好唔同嘅。佢表達咗一個咁樣嘅意思。後來一啲嘅，譬如一啲嘅神秘論者啊，或者係陰謀論者係解釋呢啲光點其實係警告人類呢笪地方咧係唔適宜你哋嚟嘅。咁呢個係佢哋嘅有一個咁佢哋嘅一個咁樣嘅解釋。咁如果喺占星學180度嘅嗰個意味嚟講咧，未必係我哋永遠都唔可以溝通或者接觸，但係好明顯係需要一個第三嘅中介者
即係如果以占星學嘅解釋係咁樣樣咯。當然亦都有人從科學嘅角度去睇，就係話你嗰啲嘅光點啊，或者出邊嘅嗰啲你睇到嘅閃爍嘅好似煙花嘅東西，可能係一啲宇宙嘅射線。咁咧，宇宙射線咧其實係對人類嘅身體係有損害嘅，即係如果長久嘅話係有損害嘅。咁樣樣但喺佢哋身體上邊咧係當然我記得好似係後來落個地球檢驗過係冇大問題。咁因為係短時間啩嚇，咁但係無論係邊一個解釋，我覺得占星學都似乎有佢所謂嘅角度上邊提供嘅另一個嘅意見咯嚇。咁到咗2025、26年咧，咁就係土星同海王星再度嘅合相啦。咁呢個歷史性嘅一刻啦。咁就發生嘅事就係美國政府公布呢一個嘅解密文件咯。咁其實呢個我哋而家處於嘅呢一個土星海王星嘅合相咧，唔單止淨係即係合相咁簡單，仲有其他嘅行星咧係作用住嘅。咁我過往講過啦嚇，嗰三粒咧對人類歷史文明進程好具啟示性嘅，即係嘅行星嚇，天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咧，佢進入一個新嘅星座啊嘛。咁其中我呢度抽出嚟講講，冥王星進入水瓶座喺呢一個範疇嚟講，其實就係將科技文明推向一個人類所能夠承受嘅極限。水瓶座係一個群眾嘅星座，所以佢會將一啲嘢咧係廣泛去散播。咁群眾星座嘅意思即係咩呢？即係佢唔係一啲小眾嘅科學家，而係去推動嗰個呢種嘅科技嘅意願啦。其實已經係去到群眾，而群眾有一個特色嘅嚇。一個好大嘅動能係咩咧？羊群效應嚇，咁即係話咧講白啲就係我哋咧唔能夠承受嘅一啲嘅科技嘅效果，或者一啲嘅高度文明嘅接觸咧，係由我哋自己去推進。個意思係咁樣樣。咁如果行星嘅周期係可以係推算到我哋同外星文明嘅嗰個互動嘅話，咁而家從土星海王星嘅合相再開展一個新嘅一個週期，咁土星又離開海王星再60度，再90度，再180度，再嚟一次喺差唔多2061年嘅合相。咁到底呢個時間，我哋又會發生一啲乜嘢事呢？我哋會係嗰個嘅同外星嘅關係會係點呢？咁呢個就放喺即係呢一個嘅會員付費會員嘅頻道嗰個影片頻道裏邊。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咧，就可以去訂閱啦。咁多謝大家支持。因為呢個嘅呢個課題我好少講，但係要講亦都唔係5分鐘、10分鐘可以講晒，咁所以都會有2、3集咁樣樣嚇。咁跟住我先至會回到即係我哋嘅國際政治嘅嗰個課題嚇。好，咁今日到呢度啦，咁下次見啦，拜拜。